即係究竟香港一個咁古怪地方曾經被殖民過，而家又即叫做回歸祖國嘅話，我哋需要嗰種嘅即嘅幸福，究竟係喺邊一度咧？係咪仲係值得我哋繼續住落去咧？即係呢個我成日都講笑咁講啊，我要搬去台灣啊咁樣。咁而導致到我講呢句嘢嘅時候咧，我都諗緊，其實可能呢一刻我真係要思考一下，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呢一塊福地，即係我頭先講話佢係一塊福地呢一種咁樣嘅 elements 係會繼續存在落去。